你有冇試過行過街市或者超市，見到隻熟晒、香噴噴嘅烤雞，標價居然寫住20蚊，甚至有啲特價嗰陣18蚊、16蚊都有交易。依家喺香港出街食個碟頭飯都要40-50蚊，甚至去買半斤生嘅雞肉都可能要30幾蚊。點解一隻煮熟埋、落埋醬料醃好，幫你烤到金黃香噴噴嘅整隻烤雞，居然可以賣到20蚊咁平？呢個簡直係違反咗我哋對商業邏輯嘅認知。好多人一睇到呢個價錢，心入面第一個反應唔係覺得好抵啊，而係會毛骨悚然，心想呢隻到底係咩雞嚟嘅？係咪以前傳聞中嗰啲打咗好多激素、生咗6隻雞翼、8隻雞腳嘅怪物雞？定係食咗啲不知名嘅化學劑？抑或係啲過期好多年、急凍咗好耐嘅僵屍雞？如果食咗入肚，會唔會影響身體健康？會唔會令到小朋友早熟？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徹底拆解呢個20蚊烤雞之謎。我哋會由現代農業科技、供應鏈嘅秘密、商業心理學，仲有食品安全嘅角度，將呢隻20蚊烤雞由頭到尾解剖一次。唔睇真係唔知道，原來喺呢隻平價烤雞嘅背後，藏住咗一個龐大到嚇死人嘅現代工業體系，同埋精明嘅商業算盤。睇完呢集，你以後去買烤雞，包你食得安心，仲可以變身成為身邊朋友嘅雞肉達人。先講反大家最驚嘅第一個傳聞，激素雞或者多翼多髀怪物雞。我相信好多80後、90後，甚至00後嘅朋友，細個嗰陣都一定喺網上或者聽過長輩講過呢個都市傳說。當年傳到煞有介事，話某啲大型快餐店或者平價超市，為咗降低成本，喺實驗室入面用基因改造技術培育出一啲生咗幾對雞翼、好隻雞腳嘅畸形雞，仲話有圖有真相添。呢個傳聞喺2010幾年嗰陣喺社交媒體傳得最厲害，當時甚至有人出面澄清，但依然好多人半信半疑。咁到底呢，世界上有冇6隻翼嘅怪物雞呢？答案係絕無可能。由生物學角度嚟講，基因改造要做到令一隻脊椎動物精準咁多出幾對器官同骨骼，喺依家嘅科技嚟講，依然係極度困難，而且成本高到你無法想象。如果科研人員真係研發出可以隨意複製肢體嘅技術，呢啲叫器官再生，一早去拿諾貝爾生物學獎或者醫學獎啦，點會用嚟賣20蚊一隻烤雞俾你食啫？咁又有人會問，咁毛多一隻翼，咁打激素呢？即係打生長激素呀？隻雞幾星期就長到咁大隻，冇打針點可能做到？呢個亦係大眾對現代養雞業最大嘅誤解。好多人以為雞隻生得快，全靠打針，但現實真相係打激素唔單止成本高，而且根本冇需要，甚至可以話係笨台嘅做法。你要知道，一針生長激素嘅成本好貴，如果要喺每一隻雞身上打針，養雞場要請幾多人手，一隻隻抓住嚟打，人力成本同藥物成本加埋，折雞賣200蚊都蝕本，點樣賣20蚊？加上激素要發揮作用，雞隻仲需要配合大量嘅運動同長時間嘅代謝。如果你一味注射激素，隻雞嘅心臟同骨骼根本承受唔住，好快就會心臟衰竭死掉。養雞場最怕就係死雞，死一隻就蝕一隻，佢哋點會做呢啲搬石頭砸自己腳嘅事？咁到底點解現代嘅肉雞可以喺30幾日至40日入面，由一隻小雞仔長到2公斤重嘅大雞？答案其實好簡單，只有6個字：肉種、營養、環境。首先係肉種，大家依家喺超市買到或者烤雞用嘅肉雞，絕大多數都係一個叫做白羽肉雞嘅品種。喺20世紀50年代開始，全球嘅農業科學家就開始做一件事：品種選育。簡單嚟講，就係喺幾百萬隻雞入面，出嗰啲食得最少、長得最快、胸肉最厚嘅雞，令佢哋交配，下一代再挑選最優秀嘅，一代一代咁篩選落去。歷經咗幾十年、幾十代嘅精準育種，白羽肉雞嘅基因已經被優化到極致。喺2020年代嘅今日，一隻白羽肉雞嘅尿肉比可以達到驚人嘅1.5比1。咩叫尿肉比？即係隻雞只要食1.5公斤嘅飼料，就可以生長1公斤嘅肉。呢種生長效率
係傳統走地雞或者黃雞完全無法比擬嘅。第二係營養，現代嘅養雞場，雞仔食嘅唔係以前啲農家隨便餵嘅米碎或者菜葉，而係由動物營養專家精準計算過嘅配方飼料。飼料入面有玉米、大豆粕、維他命、氨基酸、礦物質，甚至連消化酵素都配埋俾佢。每一口飼料都可以被隻雞100%吸收，轉換成肉，完全唔會浪費任何能量。第三係環境，依家嘅現代化雞舍全部係自動化溫控系統，由雞仔出世第一日開始，雞舍入面嘅溫度、濕度、通風、光照、時間，全部由電腦精準控制。隻雞唔使好似傳統走地雞咁，要用能量去抗寒、抗熱，或者飛嚟飛去、跑嚟跑去，消耗熱量。佢哋每日要做嘅事就係食、睡、長肉。喺呢種環境之下，隻雞自然可以用驚人嘅速度長大。所以30幾日出欄嘅白羽肉雞係現代生物學同工業化農業嘅結晶，根本唔需要打咩激素。講到呢度，大家可能又會有第二個疑問：好，就算唔係激素雞，咁生長得咁快嘅白羽肉雞，會唔會打好多抗生素？我食入肚會唔會抗藥性呢？呢個問題就問得好深入、好貼地啦。喺20世紀70、80年代，養殖業確實存在過濫用抗生素嘅情況。當時好多養殖場會喺飼料入面長期添加低劑量嘅抗生素，用嚟預防疾病同促進生長。但係隨住食品安全法規嘅日益嚴格，加上政府同國際衛生組織嘅監管，依家嘅情況已經大不相同。喺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同埋食物安全中心對進口雞肉有非常嚴格嘅檢驗標準。香港市面上大部分嘅平價急凍雞或者預製雞肉，主要係嚟自內地大型規範化嘅出口備案養殖場，或者係巴西、美國等農業大國。呢啲大廠如果要將雞肉出口到香港，必須通過極度嚴格嘅檢驗，包括殘留抗生素檢測、重金屬檢測、獸藥殘留檢測等等。而且依家嘅養殖業實行緊非常嚴格嘅休養期制度。咩叫休養期？即係如果隻雞喺生長過程入面真係病咗，需要用藥治療，喺隻雞準備屠宰出欄嘅前10日到2星期，視乎藥物種類，係絕對禁止使用任何藥物嘅。呢段時間就係俾隻雞將體內殘留嘅藥物自然代謝排出體外。如果檢測到藥物超標，整批雞都會被燒毀。養殖場仲會面臨天價罰款同撤銷執照。對於養殖大廠嚟講，為咗幾隻病雞去冒呢個風險，根本係得不償失。所以正規渠道買到嘅20蚊烤雞，喺食品安全同藥物殘留方面係完全合規安全嘅。好啦，既然打破咗激素雞同安全疑慮呢啲迷思，我哋就返去最核心、最吸引人嘅問題。即使白羽肉雞養得快、成本低，但係隻雞由養殖場、屠宰場急凍運輸運到香港，再由店鋪員工醃製，用電爐烤熟、包裝、店面租金、人工咁多重工序，最後賣20蚊港幣，到底店家仲有冇得賺？佢哋點樣做到呢個價錢？呢個就係商業世界入面最精彩嘅成本控制同埋供應鏈魔法啦。我哋依家就一層層拆開呢隻20蚊烤雞嘅商業賬本。第一層秘密，驚人嘅規模化效應與原料成本。大家要明白，我哋普通人去街市買一隻雞係零售價，而連鎖超市或者大型快餐集團買雞係期貨級嘅大宗採購。當一個大型連鎖集團一年訂購幾百萬隻甚至幾千萬隻急凍白羽肉雞嘅時候，佢哋拿到嘅價格係你完全想象唔到嘅低。喺國際凍肉市場上面，一隻重量大約1公斤到1.2公斤左右嘅急凍白羽整雞，去頭、去腳、去內臟，即係我哋俗稱嘅光雞，批量採購嘅成本可能只需要大約6蚊到8蚊港幣。你冇聽錯，係6至8蚊港幣。點解可以咁平？因為呢啲白羽雞喺屠宰場處理嗰陣已經被拆骨剝皮，發揮咗最大嘅經濟價值。雞翼、雞髀可以單獨拆出來賣俾快餐店做炸雞翼、炸雞髀，呢啲部位嘅利潤極高。雞胸肉可以賣俾健身人士或者做雞肉腸，
雞腳賣去亞洲做鳳爪，雞頭、雞骨架可以做寵物食品或者飼料。當隻雞嘅精華部位已經喺其他市場賣咗好價錢之後，剩返落嚟嘅中等身材整雞，成本已經被大大攤薄咗。所以烤雞店拿到嘅急凍光雞，原料成本低得驚人。第二層秘密，工廠化預製與醃製成本。你以為呢啲20蚊烤雞係店員喺鋪頭入面慢慢幫你洗雞、切薑蔥、調配生抽、老抽、花雕酒去醃製嘅咩？如果咁做，單單係人工成本同時間成本，隻雞就要賣80蚊啦。現實中呢啲平價烤雞全部係預製化生產，喺大批發商或者中央廚房入面，幾萬隻急凍雞被解凍之後，會直接進入滾筒醃製機，幾千隻雞喺巨大嘅滾筒入面，加埋由水、鹽、味精、香辛料萃取物、複合磷酸鹽，用嚟鎖住水分，令肉質保持滑嫩，組成嘅醃製液進行機械化、滾壓同真空醃製，整個過程只需要10幾分鐘，醃料就完全透入雞肉骨髓入面，而且用複合磷酸鹽鎖水之後，隻雞喺醃製過程中仲會吸收水分，重量甚至會增加10%至20%。咁樣一嚟，原本1公斤嘅雞醃完之後變咗1.1公斤，成本進一步降低，而醃料嘅成本平攤落每一隻雞身上，可能只需要幾毛錢港幣。醃好之後，呢啲雞會被重新急凍或者冷藏，直接打包好，一箱箱送到各個零售分店。分店員工要做嘅嘢極度簡單，打開包裝，把雞掛入自動旋轉烤爐，按下按鈕，設定好時間同溫度，搞定。完全不需要任何烹飪技術，一個時薪幾十蚊嘅普通員工，一個人就可以同時照顧幾十隻烤雞。第三層秘密，能源同損耗管理。有人會問，烤熟一隻雞要用好多電或者天然氣，呢度唔係成本咩？冇錯，但係大型商業旋轉烤爐嘅熱效率非常高，一架大型烤爐一次可以烤20到30隻雞，運轉1小時消耗嘅電費或者燃氣費，平攤落每一隻雞身上，大概只需要1蚊到2蚊港幣。包裝方面用嘅係最平嘅防油紙袋或者薄塑料盒，成本幾毛錢。我哋依家嚟加埋算一算呢筆賬，生雞原料成本約7港元，醃料同水分成本約1港元，電費同工具損耗約1.5港元，包裝袋成本約0.5港元，運輸物流平攤約1港元，加埋一齊，一隻烤雞喺未計店面租金同人工之前，佢嘅硬成本可能只需要11港元左右。如果賣20港元，每隻雞嘅毛利仲有9港元，毛利率高達45%。等陣先，聽到呢度，精明嘅香港人肯定會跳出來講，香港嘅鋪位租金貴到離譜，人工又高，9蚊毛利，點樣交租同發薪水啊？賣100隻都係賺得900蚊，連交1日租都不夠啦。講得好，呢度就涉及埋最精明嘅商業心理學同零售戰略引流商品 loss leader 同埋邊際成本。喺香港會賣20蚊烤雞嘅地方，通常係咩地方？主要有2類，第一類係大型連鎖超級市場，例如某啲大型日資或者本土超市；第二類係專門做外賣包點、燒味嘅小店，或者係開喺偏遠屋村、街市旁邊嘅專賣店。先講第一類，超級市場。超市賣20蚊烤雞，根本唔係靠呢隻烤雞嚟賺大錢。呢隻烤雞喺商業上叫做引流產品，或者叫吸客神器。大家試諗下，當你行過超市門口，聞到香噴噴嘅烤雞味，又見到個大牌子寫住特價20蚊隻，你會點做？10個人入面有8個人都會心動。哇，20蚊有隻烤雞，今晚唔使煮飯啦，買隻返去加菜先。於是你就會行入超市，但係你入到超市，會唔會只係拎住一隻烤雞，俾20蚊就轉身走人？概率極低。你買咗烤雞，你會想今晚要食飯買包米或者買盒微波爐飯啦，得隻雞好似好乾，買多樽汽水或者2罐啤酒啦，順便買埋盒菜，買包紙巾，買些水果返屋企啦。最後你本來只係打算入嚟買隻20蚊嘅烤雞，結果落樓結賬嗰陣，你一共花咗150蚊。超市喺隻烤雞上面可能只係賺咗2-3蚊，
甚至平賣18蚊，蝕1、2蚊，但係佢成功將你呢個顧客吸引咗入嚟，賣咗其他高利潤嘅商品俾你，例如蔬菜、飲料、日用品，呢啲商品嘅利潤率高達30%至50%。超市用一隻烤雞做廣告，效果比喺電視台打幾十萬廣告仲要好。呢個就係超市商業帝國嘅核心邏輯，用極低價嘅生鮮或者熟食吸引人流，帶動全店消費。咁第二類呢，如果係街市或者屋村嘅燒味小店呢，佢哋又冇其他日用品賣，點樣靠20蚊烤雞生存？呢啲小店玩嘅係極致嘅邊際成本控制同埋組合銷售。首先，呢類小店嘅鋪位通常非常細，可能只有幾十尺，只做外賣，唔設堂食。喺香港，堂食店需要申請普通食肆牌照，要滿足消防、通風、洗手間等極度繁複嘅要求，租金同裝修成本極高。而外賣熟食店只需要食物製造廠牌照，面積小，租金壓力相對低好多。其次，呢啲小店嘅人工極度精簡，往往全店就只有1、2個人，一個人負責睇路同打包，另一個人負責收錢。仲有佢哋唔會單賣烤雞，佢哋會搞組合套餐，烤雞一隻20蚊，加10蚊換購一碗例湯，個例湯成本可能只要1蚊，加15蚊換購一份炒菜，或者炒麵澱粉同蔬菜嘅成本極低，或者烤雞髀一隻12蚊，2隻20蚊，整隻雞20蚊，但細隻啲，大隻嘅要38蚊。當你落到去，好多時你見到20蚊嗰隻烤雞可能比較細隻，店員就會順水推舟同你講：哥仔，20蚊呢隻細隻呀，30幾蚊呢隻大隻好多，仲係剛出爐嘅，食呢隻啦。結果大多數人最後都係買咗30幾蚊嗰隻20蚊嘅烤雞，喺呢度扮緊一個錨定價格嘅角色，用嚟襯托出其他產品更加抵食。講到呢度，相信大家已經完全明白，20蚊烤雞既唔係怪物，亦唔係打咗針嘅毒物，而係現代化食品、工業同商業智慧結合嘅產物。不過，作為一個精明又注重健康嘅香港人，雖然我哋知道20蚊烤雞係安全而且合法的，咁喺營養價值同飲食健康方面，呢種平價烤雞又表現點樣呢？我哋長期食對身體有冇影響？呢個問題我哋必須要客觀咁睇。第一，肉質與口感嘅分別，相信食過20蚊烤雞嘅朋友都有同感。呢種烤雞熱辣辣剛出爐嗰陣食，皮脆肉嫩，仲要好有汁，味道相當唔錯。但係如果放涼咗，或者隔夜再用微波爐加熱，個口感就會大打折扣，肉質會變得有些鬆散，甚至帶有一種水浸感，雞肉味亦都相對比較淡。點解會咁？因為正如我剛才講過，白羽肉雞嘅生長周期短，肌肉纖維比較細嫩，水分含量高，加上中央工廠喺醃製過程中加入了保水劑，如複合磷酸鹽，令肉質吸收咗大量水分。呢種雞肉同我哋平時喺街市買到養咗100日以上嘅嘉美雞、清遠雞、文昌雞或者走地雞相比，雞肉入面嘅肌間脂肪同肌酐酸，即係提供雞肉鮮味嘅主要成分，積聚係大不相同嘅。傳統走地雞因為運動量大、生長周期長、肌肉纖維結實、皮下脂肪香濃，煮出嚟嘅雞肉有骨香味，咬落有口感。而20蚊嘅白羽烤雞食嘅主要係外加嘅調味醬汁同埋嫩滑嘅口感。如果講到雞有雞味，咁佢確實比不上貴價嘅本土鮮雞。第二，鹽分與鈉含量問題，呢個係平價烤雞最大嘅健康隱患。為咗遮蓋白羽肉雞本身較淡嘅肉味，以及維持急凍肉類嘅風味，中央工廠喺醃製嗰陣會加入相當重手嘅鹽、味精、濃縮香料同埋複合調味劑。一隻20蚊嘅烤雞，其鈉含量通常都非常高。根據食物安全中心嘅建議，一個成年人每日嘅鈉攝取量唔應該超過2000毫克，大約1茶匙鹽。但係如果你一個人食咗半隻平價烤雞，你攝入嘅鈉含量可能已經超過咗1500毫克，幾乎達到一整日嘅上限。長期攝入過量嘅鈉，會增加患上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同埋腎臟負擔嘅風險。尤其係香港好多中老年人或者有三高問題嘅朋友，如果覺得20蚊好抵食，
天天買一隻返去當飯食，咁樣對血管健康真係唔係咁好。第三，油脂與高熱量。烤雞喺烤製過程中，雖然會滴走一部分脂肪，但係白羽雞嘅雞皮依然含有唔少飽和脂肪，再加上醃製時使用嘅調味料，同埋烤製時塗上嘅油，雞皮嘅熱量極高。好多人食烤雞最中意食嗰層香脆嘅雞皮，但如果你正喺度減肥、控糖或者有高血脂，雞皮就係熱量炸彈。咁樣講，係咪代表20蚊烤雞就完全唔食得呢？又唔係。只要我哋掌握精明嘅食法，20蚊烤雞依然係一個極具 CP 值、性價比嘅蛋白質來源。喺呢度，我教大家幾個健康食20蚊烤雞嘅小貼士。第一個貼士：去皮食肉。烤雞大部分嘅鈉同埋飽和脂肪都集中喺雞皮同埋雞皮下面嗰層油入面。只要你食嗰陣忍一忍口，把雞皮剝掉，只食入面嘅雞胸肉同雞髀肉，咁樣你就可以避開咗至少一半嘅鈉同埋大部分嘅油脂，獲得嘅係非常純粹同埋優質嘅蛋白質。對於健身、增肌或者預算有限嘅打工仔嚟講，呢個簡直係全城最平嘅優質蛋白質來源。第二個貼士：搭配高鉀蔬菜。因為烤雞嘅鈉含量高，我哋食烤雞嗰陣可以配一啲富含鉀元素嘅蔬菜，例如菠菜、椰菜花、西蘭花、番茄或者花薯。鉀離子喺身體入面可以幫助促進鈉嘅排出，有助平衡體內嘅電解質，減低血壓上升嘅風險。第三個貼士：一雞多食，二次加工。如果覺得一隻烤雞味道太重或者肉質太軟，買返屋企之後唔好直接咁樣食，你可以把雞肉撕成雞絲，用嚟做雞絲拌麵、雞絲沙律，或者加啲青瓜絲、胡蘿蔔絲，落少少黑醋拌一拌。甚至可以用雞骨架去滾個豆腐、青菜湯，咁樣做唔單止可以稀釋掉原本過鹹嘅味道，仲可以將一隻20蚊嘅烤雞變身成2-3餐豐盛嘅家常菜 ，CP 值直接拉爆。講到呢度，我哋不妨將視野放遠少少。20蚊烤雞嘅出現，其實係現代人類社會科技同商業高度發達嘅一個縮影。喺幾十年前，即係我哋爺爺奶奶或者爸爸媽媽嗰個年代，喺20世紀60、70年代嘅香港，食雞係一件好隆重嘅事。當時只有逢年過節、做冬、拜神或者屋企有貴客到訪，媽媽才會去街市買一隻活雞返嚟，宰雞、拔毛、清洗，慢慢燉煮。當時嘅雞肉係奢侈品，普通家庭一星期都未必食得到一次。但係到了21世紀嘅今日，隨住全球化供應鏈、現代育種技術、自動化養殖以及物流冷鏈嘅普及，蛋白質嘅獲取成本被降到了歷史上嘅最低點。20蚊港幣喺今日嘅香港，可能連搭一趟長途巴士都不夠，但卻可以買到一隻足夠填飽2個人肚仔嘅熟食烤雞。呢個係工業化帶嚟嘅紅利，令到無論貧富，每個人都可以輕易獲得足夠嘅熱量同蛋白質。當然，工業化亦都帶嚟咗某啲代價，我哋失去咗以前那種走地雞獨有嘅濃郁風味。我哋嘅飲食結構面對住過度加工、高鹽高油嘅挑戰，所以面對20蚊烤雞，我哋唔需要抱住恐懼嘅心理去覺得佢係怪物雞或者毒物，亦唔需要過度神話佢。佢只係現代食品工業下嘅一個標準化產品，一個精明嘅商業引流工具，以及一個經濟實惠嘅速食選擇。希望今日呢集內容可以幫大家徹底解開咗心目中對20蚊烤雞嘅多年疑團。以後大家喺超市或者街邊再見到20蚊烤雞，就可以好自信咁同身邊嘅朋友講：放心食啦，冇打激素，亦冇6隻翼。呢個叫現代化供應鏈嘅力量。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嘅資訊對你有幫助，增長咗見識，記得一定要分享俾你身邊嗰啲平時中意買平價烤雞或者好驚激素雞嘅屋企人同朋友。